脆卜卜嘅媽咪麵，相信係唔少香港人嘅童年回憶。一個個香脆嘅麵餅，加入邪惡嘅味精粉啊，1-2蚊就可以喺士多買返嚟，盡情碾碎佢之後放入口。對於一班小朋友嚟講啊，簡直係如獲至寶啊！但係你知唔知道啊？原來媽咪麵唔係香港品牌嚟嘅，而係馬來西亞同埋日本嘅結晶。你又知唔知呢？媽咪麵原本咧並唔係就咁當零食咁樣食㗎。媽咪麵，媽咪呢個名啊，背後亦都有一段故事嘅。大家好啊，我係高爸爸。每一集咧，我都會同你分享馬來西亞好有趣，但係咧冇乜人知道嘅故事。就算係土生土長嘅大馬人，可能都唔知道㗎。覺得有興趣嘅朋友，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埋分享俾身邊嘅朋友仔喎。唔少嘅香港人都以為媽咪麵係香港嘅本土品牌，因為佢喺香港實在太深入民心啦。但呢個完全係美麗嘅誤會。媽咪牌其實係馬來西亞家傳戶曉嘅品牌，佢創立於1971年，創辦人係拿督馮振軒先生。佢最初係做二手車生意嘅，後嚟就有朋友勸說佢轉投即食麵嘅市場。於是乎，馮振軒就託付佢嘅仔仔馮世洲去日本嗰度進修，到即食麵工廠去工作，吸取日本食品加工嘅技術，特別係罐頭製作同埋包裝。到咗1971年，馮振軒見時機成熟啦，就同朋友合資響馬來西亞馬六甲成立小型嘅即食麵廠，叫做太平洋食品公司 Pacific Food Product， 生產即食麵、樂意麵 Lucky Instant Noodles。仔仔馮世洲從日本回國之後，就接手農村同埋雜貨店市場營銷，馮振軒就專注於工廠嘅營運。咦？頭先高爸爸你講係生產即食麵，唔係就咁食得嘅兒童零食喎。你講得冇錯啊！馮振軒一開始係想做即食麵市場㗎，但係當時馬來西亞有幾個非常暢銷嘅即食麵品牌，包括瑞士著名品牌美極、馬來西亞第一間即食麵品牌金蛋，同埋同樣係大馬本土品牌 Wheat 為一牌，競爭非常之激烈㗎。馮振軒當年好慘啊，財務上面出咗問題，去揾銀行借錢又被拒絕，投資者唔肯幫手之餘，仲要俾合作嘅夥伴出賣，差啲就係咁樣，公司面臨破產危機，前途真係一片暗淡啊！不過佢冇放棄，繼續堅持佢嘅初心。當年馬來西亞實業銀行見到馮振軒咁有決心，終於願意提供融資，幫佢捱過難關。真正嘅轉機就係馮世洲有次去農村度視察，發現原來有大量嘅割橡膠工人因為冇加熱嘅工具，竟然係直接咁樣乾食即食麵。佢就即刻諗，喂，日本嗰種煮法係咪真係啱馬來西亞嘅市場嘅呢？麵其實可唔可以唔係當正餐，而係變成細包裝嘅零食呢？於是乎就誕生咗媽咪麵啊！但係究竟新嘅呢款零食應該係對準邊一個市場呢？於是佢哋決定做返個市場調查，發現其實消費者並唔係單純嘅想食一包麵，而係要有情感嘅連結。佢哋更加想要係一種家庭感，有一個好似媽媽咁嘅溫暖感覺。所以佢哋開始重新嘅去構思品牌嘅定位。佢要做一款唔單止係食嘅產品，而且仲要係能夠俾消費者溫暖陪伴，甚至係無論你係幾多歲都可以食嘅食物。就係咁樣，1974年媽咪麵正式誕生啦。個名媽咪麵
真係有啲意思㗎，因為媽咪就係代表咗母親嘅溫暖同埋關懷，聽到都覺得有份親切感啦。而且佢哋冇單純做即食麵，而係將佢當作成為家庭成員，等消費者覺得食媽咪麵就好似得到媽媽嘅愛咁樣，係一種嘅安慰。所以隨住呢個品牌慢慢建立，佢哋吸引到一大班嘅忠實顧客，從而幫媽咪麵打開市場啦。再加埋1974年設計嘅藍色毛毛怪吉祥物，形象更加深入民心。媽咪麵一炮而紅，馮家父子就乘勝追擊，開始出更多嘅零食，好似響1980年推出嘅 Double Deckers Crackers， 同埋1992年推出嘅薯片先生 Mr. Potato， 之後仲發展到乳製品市場，業務越做越大啊！去到1992年，公司正式上市，改名叫做媽咪大寶達有限公司 Mommy Double Decker， 不斷嘅去擴展佢嘅版圖。而家媽咪已經係國際知名品牌，旗下有超過50種嘅產品，10個品牌，仲出口超過100個嘅國家，同世界其他嘅食品公司，例如比利時嘅 Lotus Biscoff、澳洲嘅 Good Crisp 公司同埋新加坡嘅 The Golden Duck 都有合作，國際知名啊！而且媽咪麵嘅廣告做得好成功，唔知你記唔記得呢一條嘅廣告呢？藍毛毛演奏會，每次聽到嗰條旋律就會有一種親切嘅感覺，仲會諗起以前食媽咪麵嘅回憶。可以話嗰個廣告真係將媽咪麵帶入咗每一個家庭嘅生活，成為咗一個經典，無人不識啊！隨住時間過去，媽咪麵喺馬來西亞成為咗家家戶戶都會買嘅即食麵品牌。佢哋冇咩大對手，可以話係市場嘅領頭羊。無論成年人細路仔都好中意食媽咪麵。點解？因為唔單止好味，佢仲係方便快捷，唔需要花好多嘅時間，成個過程簡單唔使煩啊嘛。分享媽咪麵，甚至成為朋友同學之間嘅聯誼時刻。對家庭嚟講，媽咪麵就係一個隨時可以食嘅小食，仲唔使擔心煮咁麻煩，幾分鐘就搞掂。但係隨住市場嘅競爭越嚟越大，媽咪麵亦都開始面臨新嘅挑戰啦。公司做咗好多新嘅營銷活動，推出唔同嘅口味，開設網上商店，甚至同時尚品牌合作，推出限定版嘅公仔、精品等等。呢啲都成功嘅吸引到年輕一代嘅目光。媽咪麵國際化嘅路線亦都越走越遠，成功嘅打入咗超過90個國家，尤其係美國同埋歐洲，帶動咗公司過去5年嘅收入增長翻倍啊！亦都令到媽咪麵成為咗全球都識嘅即食麵品牌。響2024年，公司仲宣布會投資1億5千萬令吉興建新嘅生產設施，將會採用最新一代嘅自動生產技術，預計能夠響未來5年將業績翻倍，致力成為清真零食領域最大嘅公司，甚至成為世界上最大嘅零食公司，真係勁啊！響媽咪麵呢個品牌傳奇嘅起點，即係馬來西亞馬六甲嘅雞場街，有一間媽咪展示屋 Mommy Jungkook House， 有可愛嘅打卡位 Mommy Cafe， 得意嘅紀念品，大人同小朋友更加可以參加製麵工作坊，場內更可以為小朋友舉辦媽咪生日會，一家大細樂在其中㗎。至於創辦人馮振軒先生，佢唔單止係一個成功嘅商人，仲係一位充滿愛心嘅人。佢唔單止喺商業上面創下咁大嘅成就，
仲非常之注重回饋社會，參與好多嘅慈善事業。呢啲都係佢個人價值觀嘅一部分。佢嘅精神唔單止係靠一包麵去傳遞，仲透過好多其他嘅活動，成為咗一個對社會有貢獻嘅榜樣。可惜響2022年，馮振軒先生嘅離世，令到好多人感到惋惜。享年96歲，但係相信佢正面嘅影響會永遠留喺媽咪麵同埋藍毛毛身上，繼續嘅影響將來嘅每一代啊！咁媽咪麵響香港嘅情況又點樣呢？響香港，媽咪麵70年代由陳家園食品有限公司引入，喺1985年，媽咪麵售價係1蚊一包。而且同馬來西亞嘅版本比較，香港嘅版本係比較多同比較鹹嘅。當時同期嘅競爭對手就係福字麵啦，佢係響1969年由台灣統一集團引入香港，係另外一款香港人兒時零食嘅集體回憶啊。去到近年，媽咪麵就走向網紅化，喺香港再度紅起嚟。因為網絡文化嘅加持，令佢成為一種懷舊潮流零食。有啲 YouTuber 會專登拍片去介紹童年嘅零食，仲有唔少 Facebook 群組去討論香港消失嘅零食。呢啲都令到媽咪麵再次成為話題，大家分享兒時嘅美好回憶，又或者去討論唔同媽咪麵嘅新式煮法。依家就算便利店少咗擺賣，媽咪麵響網店、手信店，甚至大型嘅超市都有得買，證明佢喺香港嘅市場依然有自己嘅 fans 㗎。高爸爸我去過馬來西亞嘅各大超級市場，亦都親身嘅去過馬六甲嘅媽咪博物館，但係都見唔到香港經典嘅橙色包裝嘅媽咪麵喎。相信呢個設計同埋味道係專為香港人而設㗎。香港人可能一直都以為媽咪麵就係橙色包裝嘅呢一款零食產品咯，但係其實喺馬來西亞，媽咪公司係出咗好多嘅即食麵㗎，就好似香港嘅公仔麵或者出前一丁咁啊，有好多唔同味道嘅即食麵，咖喱味啦、雞肉味啦、泰式酸辣味啦，等等等等，仲有唔同款式嘅杯麵可以買返去淥嚟食。但係因為冇引入到香港啊，所以香港人一般都係唔知道咯。如果你有機會去馬來西亞，去任何一間嘅超級市場去望下，就會發現媽咪公司出產嘅即食麵款式多到放滿幾個嘅貨架㗎。至於味道係點大家自己試下啦。大家好，我係高爸爸。每一集我都會同你分享馬來西亞好有趣但係冇乜人知道嘅故事。就算係土生土長嘅大馬人，可能你都未必知道㗎喎。有興趣嘅朋友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埋分享呢一段影片俾你身邊嘅朋友啊。好啦，時間都差唔多啦，我係時候食返包媽咪麵先啦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鍾意我哋馬拉谷 Family 嘅影片，記得訂閱我哋啦。多謝各位。